讲到这风台当咧扫过南台湾，趁风雨还未变大时阵呢，今早起呢有真侪民众去到台南的安南果菜市场买菜，这内民众比平常时也是加2成。民众也发现讲这菜叶啊类的菜色拢起价，店家表示差不多是起2成左右。风台买来啊，真侪民众一透早去果菜市场买菜做准备，边个头家嘛真无闲咧整理菜，手拢无停过。因为风台关系，菜价嘛对咧受影响。民众表示，果粒菜四季啊，黑白买5项就要300块。实际上市场一年，民众拢感觉叶啊菜类有明显变贵。摊贩表示，菜价整个起2成左右。我昨倒来买啊，今仔过来买高丽菜，感觉都好像未风台来的起价啊，拢会起较悬。啊，恁家当够法度接受？嘛是接受啊，无要安那，爱买就是爱买。几乎当拢有起啊，系啊，也是叶菜咧起较悬小块，啊，若好压落来得着烂伊歹去，叶菜咧较袂堪真好啊。青菜价少到底起偌悬？果山高丽菜原本一斤卖25块，即卖起价48块，干那半粒就要110才买会到。啊，那明仔菜原本一斤卖30块，嘛起价60块。摊贩讲，若大雨来，种伫咧外口的菜色，无一项闪袂过。影响菜价关键主要爱看菜量的多少，除了菜色十回销路嘛介好。买菜的人较多啊，我这面也算一个主食啊，所以也是有增加购买量啊。对啊，大概应该至少多2成有。民众惊风台来风雨大，赶紧先把物件买起来放。来市场的人嘛，平常时增加2成。摊贩表示，民众若要等菜价稳定，就要去看这阵仔的天气变化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